蕭文天話：盜竊乜咁輕嘅罪名都要屠獄？佢唔知掟咗出去犯嘅係更加大嘅罪咩？秦少國就話啦：呢件事呢，我哋都好隱瞞啊，一般係冇可能做到20幾個來源不同嘅犯罪嫌疑人勾結埋一齊屠獄㗎，因為人心邊有咁齊喎，一個人泄露咗秘密，呢班人全部都玩完㗎啦，所以呢件事確實好蹊蹺。我懷疑最有可能係嗰7個黑社會嘅人唆使嘅，因為呢一班人裏邊有2個係黑社會嘅大佬嚟嘅，喺黑道有啲朵嘅，佢哋用呢個嚟呃人，咁就算罪行再輕，亦都唔夠膽違背佢哋嘅意願，跟埋佢哋一齊走啦。蕭文天馬上話：將看守所嘅結構圖攞出嚟睇下。一張巨大嘅看守所結構圖投影咗喺面牆上邊。蕭文天行到埋牆邊仔細咁睇，眉頭皺到實一實，馬上調取當日夜晚打開通道閘門嘅時候監控嘅影像。好快脆，投影儀開始播放當日通道閘門打開嘅時候嘅影像。只見一大批民警鬆鬆散散咁經過閘門口行出派出所。蕭文天默默喺度數緊數字。過咗冇幾耐，投影儀又開始播放民警翻去看守所嘅影像。蕭文天仍然喺度默默數數。數完之後佢話啦：我哋有17個監區，每日夜晚每個監區有2名看守民警，但係我剛才數咗下，從閘門出去嘅確實有34個民警，但係翻嚟嘅時候就只有32個人。所有人大叫啊咁一聲。黃小明就話啦：呢層唔怪得我噶噃，呢班社會嘅人渣早有預謀嘅，我冇責任噶噃，我冇可能有責任噶。蕭文天話：有冇責任唔係你話事嘅，監控邊個睇噶？劉局長喺一邊壓低聲就話啦：檢察院主辦嘅，我局嘅督察部門配合嘅啫。蕭文天嬲爆爆咁話：喺佢哋睇完監控之前，等我嚟話你哋呢班人知，犯罪嫌疑人係點樣走得甩嘅。打開看守所嘅結構圖。負責播放幻燈片嘅民警嚇到馬上切換圖片。2名民警被傷害，一死一傷，而出監區嘅就一個都冇少，翻嚟嗰時少咗2個。咁講明喺呢30幾名民警當中有2個反響樹。我想知點解有2個反撈喺你哋呢班人中間，你哋居然冇一個人察覺。一個監區民警話啦：當時所有照明設備都指向院外邊，所以大院裏邊好黑啊。而且老實講啊，我哋咁多監區，每個監區都係相互獨立嘅，所以互相之間都有唔認識嘅同事嘅。喺人群當中見到幾個生面口嘅，都冇人當係咩回事嘅。好，咁我就繼續講落去。點解從大門口出咗2個反出去，同監區其他20幾個人就全部唔見晒？冇可能係佢哋2個將呢班人收埋喺個袋裏邊帶走咗啩？大家乜嘢表情都冇，擰一擰頭。蕭文天話：喺車輛撞擊院牆之前，2個兇手就已經喺6監區民警辦公室啦。因為總控室監控顯示嘅係各個關鍵嘅通道，所以對民警辦公室並冇實時監控。一個呢係因為看守所守則明確規定，晚間收監之後係唔俾任何人帶犯人出嚟嘅；二個係總控民警一般唔願意窺探各個民警之間嘅私隱，但係有時候有啲民警就急功近利。只要個犯話自己有問題要交代，咁無論幾時都會私自提審，甚至有啲民警得到咗着數，喺提審嘅時候仲會唔按規定為犯人帶戒具，
命令禁止咗幾多次，硬係死性不改。幾個民警好羞愧咁耷低頭。蕭文天就繼續講啦，喺撞擊發生之前，2個民警都遭到咗2個被提審人嘅襲擊，最後喺辦公室監控死角裏邊攞咗民警嘅鎖匙，換咗放喺衣櫃裏邊嘅警服。撞擊完咗之後，通過對講機，犯人知道所有民警都要去前院集合。趁亂，佢哋打開咗6監區3個監室嘅房門，然後就冒充民警去到咗前院，而且從前院離開咗。點解要咁樣策劃啊？幾個人擰一擰頭。呢班人如果想從呢個天羅地網嘅監區趯出去，唯一嘅路就係下水道。看守所所有下水道都有防護措施，點樣防護法啊？我知所裏邊嘅部分有3道欄杆，為咗方便清理，監區民警都有鎖匙。但係為咗防止內外勾結嘅可能性，呢啲下水道通往外邊嘅出口仲有一道欄杆係封閉住嘅。呢啲門只有監管支隊嘅領導有鎖匙。欄杆封住外邊嘅出口，下水道非常狹窄，從下水道嘅內側係冇可能有方法破壞嘅。咁所以就算係看守民警都冇法子從下水道嗰度逃離看守所嘅。大家都冇出聲。蕭文天繼續講，咁嗰2個着住警服出咗去嘅犯人，佢哋嘅目的就係去下水道嘅外邊出口破壞欄杆，等通過下水道離開看守所嘅人重新翻到外邊自由嘅天地。所有人表情一面詫異，佢哋岌頭諗，確實呢個係唯一可以講得過去嘅辦法，但係呢種辦法仲有好多環節要冒險，每個環節都必須要配合得非常謹慎，而且仲要冒住被總控發現嘅危險添。蕭文天問，從撞牆事件發生到總控室恢復看守，一共係幾長嘅時間啊？撞牆之後大概10分鐘，特警就到咗啦。大概15分鐘之後，特警收隊。秦少國睇睇自己嘅筆記簿，好明顯佢對成個流程梳理咗個好仔細嘅記錄。特警收隊之後，大家就收到命令，要求出所檢查。呢個時候，我記得打開閘門嘅民警係總控民警，於是就馬上跑去總控室。呢個時候，所有嘢已經恢復正常。呢個時間大約係2分鐘，加埋25分鐘左右啦。呢個時間完全足夠一個充分預謀好嘅越獄計劃開展實施啦。話晒呢25分鐘只需要全部人入晒下水道，而且關閉下水道口，咁就夠啦。聽到呢度，副局長方衛國都覺得今鋪泥菩薩過江都自身難保啦。咁呢件事嘅責任，如果總控一路都有人，咁就冇可能俾咁多人喺攝像頭下邊進入下水道嘅。如果監區民警唔被調出所，2個犯人就冇可能博大霧出到去喺外邊打開欄杆，咁下水道裏邊嘅犯人係冇可能趯得出嗰個欄杆嘅。點解總控冇人？點解犯人可以咁樣出到去？呢2個環節嘅責任人係邊個？應該對成件事負責嘅人就係邊個？另外，民警唔遵守規定，深夜提審，所有嘅所領導都應該負有領導責任。我因為用人失策，亦都應該負領導責任。會議室當堂靜晒，過咗冇幾耐。會議室嘅大門被打開，2個身着住檢察官制服同2個心口帶有督察標誌嘅警察一齊行入會議室。一個檢察官話：根據調取監控同埋調查情況，看守所2名當值所長
黃小明、秦少國因為涉嫌瀆職罪、換忽職守罪，經南安市人民檢察院審批，駕駛對兩個人予以行政拘留。呢個係拘留證。黃小明一下子就成個人癱咗喺張凳度，而秦少國就滿面愧疚咁企起身喺拘留證上邊簽字，並且主動伸出兩隻手嚟。秦少國對蕭文天話：蕭局長，我對唔住你嘅栽培，對唔住人民，對唔住警徽。蕭文天望都冇望佢一眼，而係對全場話：分管監管工作嘅方局長負領導責任，就地停職接受調查，而我嘅處分就等省廳同埋市委下達。喺處分下達之前，暫時由我指揮本案偵破。一旦我被停職，由劉安平副局長接任專案組組長職務。專案組好快脆由刑偵、特警、武警等等部門嘅負責人組成。投影儀上邊播放住嘅係當晚嘅監控錄像，同蕭文天推測嘅一模一樣。夜晚12點鐘嘅時候，六監區兩名民警帶住兩個犯罪嫌疑人通過監區通道行到去民警嘅辦公室。喺辦公室裏邊，兩名犯罪嫌疑人坐咗喺審訊椅上邊，一路同民警唔知講啲乜嘢。到12點半嘅時候，可能係犯罪嫌疑人嘅要求，一個民警打開咗兩個人嘅孖葉。凌晨1點嘅時候，正喺度對話嘅犯罪嫌疑人忽然發難襲擊民警，然後將民警逼到去監控嘅死角。10分鐘之後，兩名犯罪嫌疑人喺辦公室衣櫃嗰度攞出警服着上身，重新行到入監控嘅死角。大概係凌晨1點半，應該係對講機響起咗黃小明嘅命令，兩個人馬上離開辦公室，通過監區通道打開咗3個監室嘅房門。呢個時候，所有犯罪嫌疑人都已經喺各監室門口等緊。好明顯，成件事係早有預謀嘅。